今日係2025年嘅最後一日，望返轉頭先至發現，原來今年係我咁大個以嚟運動量最多嘅一年。細個嘅時候，我一直對球類運動冇乜興趣，更加冇諗過今日我會愛上打 Pickleball。由今年7月份開始到今日為止，保守估計已經打咗超過60場。啱啱開始嘅笨手笨腳，反應慢半拍，成日企錯位，到而家可以同班波友一齊打波、切磋、流汗，慢慢打出感覺。呢一種進步，其實我自己最清楚。呢一年，真心多謝每一位曾經同我一齊企喺球場打波嘅朋友，亦都多謝你哋對我嘅信任，俾我機會喺你哋嘅 Pickleball 活動入面擔任攝影師，用鏡頭記錄低啲專注、汗水同埋歡笑。如果你問我 Pickleball 帶俾我啲乜嘢，可能佢唔單止係運動，而係一種重新認識自己嘅過程。嚟緊新嘅一年，我想同未接觸過打 Pickleball 嘅朋友講一句，俾自己一個機會試下，可能你都會喺不知不覺間愛上咗呢一項運動。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。願新嘅一年，我哋繼續喐多啲，亦都將生活過得開心啲。